太感激你，若水色太精美，期要我吃出滋味，愉快到知覺難記。為什麼呵護我？當我重遇了，可吃什麼？為什麼感動我？當我還習慣半掩被窩，怕什麼？怕愛人付出情感，得到禮品總會敏感，怕什麼？怕習慣逃出去愛上他人，卻不懂向弄完假再成長。怕什麼？怕被迷惑，付出情感，得到細心只怕喪心。怕什麼？愛令我勇於報答太多人，但卻不知道如何死裏逃生。